能给我讲一讲采梅的故事吗？姐姐，我东西掉外边了。走了吗？走了，走了。哎，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啊！哎，你们看，看，我们家的萝卜自己变成钱了。怎么回事呀？这地里面的萝卜少了几十个，可是每个坑里都有一个铜钱。是红军放的吗？红军，红军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上面的人走快点！哎呀，上回你们可走运了，这帮当兵的只顾着打仗，没顾得上祸害你们。这次你们可没那么走运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点啊！弟弟，姐姐先回去看看阿爸阿妈的牌位藏好没有。你先跟叔叔们走。不，姐姐，快点走！你先走吧，姐姐很快回来。走。快点，快点！快走啊！快！快！麻烦你给我2副退烧药。
5個銅板。5个铜板。你没事吧？慢点。这是哪儿啊？你是谁？这里是太平渡，我叫彩妹。好点了吗？来，你伤得这么重，小心点啊！来，啊，谢谢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杆黄草，我还加了蜂蜜呢。真甜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戒指怎么？你受伤这么严重还没好，你怎么跑大老远的，给我把戒指赎回来了呢？我知道这个戒指对你很重要。是的，这是我阿妈留给我的。没事，我答应老板，给他编很多框，还有一半，我就能把另外一个戒指给你赎回来。彩妹，我的名字。同行舟。同
红鲟洲。我知道了，是你。红军。红军。红军是做什么的？我们红军所做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。我好像明白一点了。你要走了？是，我们的部队回来了，我要走了。啊，这个给你。我太爷爷当然懂得彩妹的心意，他何尝不喜欢又乖巧又善良的彩妹呢？晚年的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后院里，除了抽闷烟，就是编箩筐。他编了好多好多筐，直到变得再也找不到主子。只等到他去世后，父亲看过他的日记才知道，他晚年为什么那么苦闷。可用父亲的话说，他爷爷当时没得选，一个居无定所、随时都可能战死的人，根本没有资格去辜负一个姑娘的大好青春。连铁匠家的小个子都能加入你们红军，为啥不用我呀？老乡，你情况特殊，家里还有老母亲需要你照顾呢。我娘给我的是第一条命，可你们红军给了我第二条。要不是你们攻下云庄，我现在还在那儿给人当牛送马呢。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是你们红军解放了我，我就要跟着你们去解放所有穷苦的人。我要跟你们走，你要参军吗？都行。好啊，欢迎。但是我有个条件，我要带上我弟弟。你弟弟？这个不行。只要能跟着你们走，我们做什么都行的。真的不行，对不起啊，姑娘。走吧。拿着吧，你收下吧，拿着吧，回去吧，这够辛苦。乡亲们别送收下了，拿着拿着吧，拿着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乡亲们，别送了，拿着吧，回去吧。哎呀，大家都回去吧，啊，别送了，拿着吧你们啊，总有饿的。快点跟上，快点！多拿点，多拿点，给你。等一下，这个你带上吧。拿着。一定要走吗？还会回来吗？我要活着回来，这是你答应我的。不管多久，都会等你。要回来。
后来，他曾经派警卫员多次到建筑坪这个地方寻找过彩梅，但是一直没有她的下落。他爷爷一直有一个遗愿，就是要把他的骨灰撒到治水河。这说明他一直想念着彩梅。